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聞不過濾，我 Rachel 黃瑞秋。今日同大家傾一個非常之詭異嘅畫面。大家平時睇財經新聞，冇錯，財經新聞都係詭異嘅畫面㗎。有冇留意到呢？隔離日本嘅股市，人哋係咁升，咁就算唔覺意跌咗落去，話咁快又彈返上歷史高位。再睇埋台灣股市，憑住 AI 呢個大浪。上個月先至啱啱創咗歷史新高，突破47,000點，簡直就係賺到開行啊！但係你一擰翻轉頭睇翻我哋自己嘅港股，真係尷尬到冇朋友啊！完全係人升我唔升，人跌我再跌。好似6月初嘅時候，恒指明明仲可以去到26,000點噶，點知道去到啱啱過咗去嘅個禮拜，已經跌到去23,000點附近啦，唔使一個月，短短幾條街嘅時間，成個市場就蒸發咗超過11% 嘅市值。好多人都會問，點解而家港股明明已經咁平咁抵買，但仍然怕烏蠅冇人要嘅啦？同埋以前曾經撐起港股半邊天嘅嗰個神秘資金，到底去咗邊度呢？其實港股最近跌到咁傷，絕對就唔係因為一兩個單一原因。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今次港股搞成咁樣，主要係有幾個原因一齊響度爆發。等我哋逐一同大家拆解。要講港股呢，係首先一定要認識一個詞，叫做北水。北水呢，即係內地資金，佢就唔係話一個人嚟㗎，佢係公募基金、保險資金、散戶同埋北京可以直接調動嘅國家隊資金，例如話中央匯金呢幾種性質完全唔同嘅錢呢，混埋一齊流入港股就叫做北水啦。我哋一齊嚟睇一組好驚人嘅數字。咁成個2025年全年啊，南向資金嘅淨流入呢，即係我哋啱啱講嘅北水，有成港幣1.4萬億咁多㗎。咁呢個數呢，係佔咗香港市場成交額嘅24.2%，即係差唔多1/4嘅成交都係靠佢㗎。嗰陣時候，北水直情就係港股嘅大莊家，市場就對佢寄予厚望。港股遊戲規則喺過去幾年呢，其實好簡單㗎，外資就負責定價，而北水呢，就成為咗港股最強大嘅托市力量啦。北水呢，有唔同嘅方法嚟香港買嘢㗎，而其中我哋肉眼可以睇得到最容易辨識得到嘅呢，就係每日有數據公佈出嚟，經過港股通南下嘅資金啦。咁以前呢，每逢港股跌到唔清唔楚嘅時候，好多時大家會自我安慰㗎，會話呢，唔緊要嘅，北水遲早都會落嚟救市嘅。不過呢，去到今時今日呢個所謂嘅跌唔穿嘅支持位呢，已經變咗質。但去到最近呢個數字縮水縮到咩地步呢？喺上個月5月份嘅時候啊，南向資金竟然出現咗3年嚟第一次嘅單月淨流出。5月份佢哋足足賣走咗超過35億港幣。北水突然間由買家變成咗賣家，咁到底點解突然之間會出現呢種斷咗纜甚至係倒流嘅現象呢？呢啲錢點解突然之間唔肯落嚟呢？難道內地真係冇錢啦咩？咁以前每逢港股大跌，北京都會派國家隊，例如話中央匯金呢啲入場托市㗎。但係今次市場上嘅問題就係話，佢哋響邊呢？有分析就認為啊，北京可能要留住啲子彈，將資源集中喺 A 股嗰度托市，唔想兵分兩路。不過呢個只係估計嚟嘅啫，北京從來就唔會話公開講明佢嘅部署㗎。咁你話5月份北水由原本嘅買家變成咗賣家，同中共限制內地資金外流有冇關係呢？因為呢時間上啊，係因為5月22號，北京先至宣布重罰富途、老虎、長橋3大跨境券商，話呢6月12號開始，所有內地嘅客戶都被禁止買入，只能夠單向賣出。受影響嘅香港資產估計去到2000億至到2500億，
但因為時間上呢係5月尾5月22號先至宣布㗎，但係5月份已經出現咗北水倒流3年嚟第一次淨流出嘅現象，所以我認為呢，主要嘅原因唔係話內地嘅散戶被限制咗，所以拋售港股，因為係5月底先至宣布呢個政策㗎。咁就算內地嘅散戶決定咗拋售港股都好啦，喺短短幾個交易日裏面呢，我認為造成嘅影響就冇咁大。不過喺5月份呢個唔係主要嘅原因，就唔代表話喺6月份佢唔係一個大嘅影響喎。上個禮拜港股跌到去23,000點附近，同呢個消息發酵之後引起嘅拋售，我覺得有直接嘅關係。北京嘅邏輯係打擊資金外流，俾2年嘅緩衝期，佢唔係想摧毀港股，但係市場就唔理你嘅邏輯㗎，佢只係見到咧內地資金去香港有危險，香港唔再係避風塘，資金冇安全感，出現咗信心動搖。呢樣嘢咧，我哋陣間再講。咁第二個近排港股下跌嘅原因咧，係因為啲錢啊走咗過去日本同埋南韓。即係尋日嘅時候咧，電影《孤注一擲》嘅男主角佢嘅真實原型，佢係咧對沖基金經理 Michael Burry 嚟㗎。咁 Michael Burry 講咧，佢話資金啊而家咧喺度追逐緊日本同埋韓國嘅晶片主題，趨勢投資者同埋專注於亞洲嘅大型基金都喺度嗱嗱聲將啲錢由香港搬走。其實呢一點咧，大家可以從恒生指數、日本東證指數同埋南韓股市嘅走勢圖見得清清楚楚㗎。我認為呢啲資金比較想去日本同埋韓國呢，係因為三星啊、SK 海力士啊、東京電子啊呢公司啦，佢哋係 AI 晶片產業鏈上面嘅好實在嘅玩家嚟㗎。資金唔想留喺港股，係因為港股呢根本就冇對應嘅產業可以接住呢股 AI 浪潮，所以你見啦啲全球嘅基金咧就中意買美股，咁至於有啲基金咧，佢只能夠買亞洲股㗎，有啲係亞洲基金嚟㗎，咁亞洲基金咧就專注於亞洲咯，所以佢哋寧願去選擇日本同埋韓國。而第三個港股下跌嘅原因就係啱啱延續翻我哋講嘅，港股嘅致命傷喺 AI 時代裏面佢攞唔到貨出嚟。咁而家全球嘅資金都喺度瘋狂咁樣追逐 AI 晶片，但最難搞嘅地方就係話，港股雖然有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呢啲晶片股，但係無論係規模定係數量上面呢，同日韓根本就唔係同一個級別嚟㗎。而家好明顯嘅趨勢就係話，美日台聯手，美國限制對中國出口最先進嘅 AI 晶片同埋製造設備。台灣方面亦都配合，咁至於中日關係而家係非常之緊張㗎。根據彭博報道，高市早苗唔願意今年喺11月喺深圳舉行嘅 APEC 峰會期間同習近平會面，原因係中共對佢人身攻擊。咁到時候高市早苗同埋習近平會唔會面就唔知道啦，但起碼而家陣風就吹咗出嚟先。咁日本呢，由2023年開始已經正式限制咗向中國出口23種最關鍵嘅晶片製造設備。不過比機器更加難搞嘅呢，其實係光阻劑。咁中國想做先進嘅晶片，即係講先進嗰啲，唔係低級嗰啲，先進嗰啲啦，佢高端光阻劑呢，到而家係仲要靠日本㗎。咁尤其是係話 ARF 同埋 EUV 光阻劑，幾乎都係日本公司壟斷㗎。市場佔有率超過90%，冇咗呢啲材料，就算你有部機都好啦，都未必可以生產到最先進嘅晶片㗎。但係好玩就好玩在呢，咁雖然日本會明文禁止到唔出口光阻劑俾你，但係根據中共海關嘅數據，喺舊年嘅第一季度，即係2025年第一季，中國從日本進口嘅光阻劑大概有2500噸，但係去到今年2026年第一季啦，進口量就跌到去得返111噸，同1年前相比暴跌咗95%，而其中喺2月份嘅時候，進口量更加係清零啊！呢個仲要係大陸傳媒佢自己報道出嚟㗎。喺呢個地緣政治嘅現實之下，
中共喺 AI 晶片嘅競賽上面，睇怕只會越嚟越孤立。港股入邊雖然就有啱啱講到嘅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呢類晶片股，但講到規模同埋數量，同日本、南韓唔係同一個層次。咁有人可能會問，咁阿里巴巴呢？阿里唔係巨無霸嚟嘅咩？呢度有一個好多人嘅誤解喺度。阿里巴巴嘅根本身份呢，係間網購公司嚟噶，就唔係晶片公司嚟噶。咁雖然有雲端嘅業務，亦都有掟錢落去研發 AI， 但就好似亞馬遜咁樣，雖然有搞科技、搞雲端服務，但係市場俾佢嘅定位同埋標籤呢，首先一定係電商先。全球嘅基金經理呢，絕對就唔會因為阿里投資咗 AI 就當佢係晶片股咁樣就去買噶。而且呢，阿里嘅電商本業而家嘅狀況其實好差。花旗銀行最新嘅報告就直接點明咗，啱啱過咗去嘅618購物節，咁多個網購平台加埋，總共賣出嘅商品總額同舊年相比，即係微升咗3.2%，係過去16年嚟最低調、最平淡嘅一屆。原因係整體經濟環境低迷，消費者變得好謹慎，唔想使錢。京東嗰邊都係一樣，網購整體表現都唔得。呢個絕對就唔係一個偶然嘅壞數據嚟噶，佢反映嘅係內地嘅消費唔掂當。不過講到內需困境，呢度亦都帶出咗另外一個大家一直睇唔明嘅謎題。咁既然內地消費唔掂，點解仲咁多大陸嘅企業生意咁難做，都爭住湧過嚟香港上市嘅呢？佢哋背後其實算緊一筆點樣嘅賬啊？喺拆解呢個涉及到幾千億資金嘅搬錢遊戲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傾下一個觀念。咁其實就唔止話啲企業而家講佈局，我哋每個人喺咁傷神嘅時代，都真係要幫自己條命仔留翻個底子噶。咁尤其是係話我自己做時事評論，日日追新聞睇資料，仲要夜瞓，有時真係覺得個人幾傷神噶。前排我朋友屋企食飯，佢哋俾咗普瑞堂元寶黑心嘅原芯俾我食。後來我研究下，覺得呢個黑心嘅製作方式幾有意思。呢個韓國製造嘅黑心，佢用咗6年先至收成嘅韓國高麗參。因為高麗參呢，種到第6年左右，養分累積會比較完整，咁所以呢，好多高級嘅高麗參都會特別強調用咗6年參噶。咁然後呢，再用傳統嘅9蒸9曬嘅古法，慢慢去炮製。咁就係炮製嘅工序呢，前後都做咗60幾日。而家好多市場上嘅產品呢，其實已經粉末化同埋工廠化噶啦。但係呢個產品係成條完整嘅原芯製作出嚟，鬚根非常之完整，而且唔加防腐劑，每條都有獨立嘅真空包裝。黑心呢，比一般嘅紅芯炮製得更加深噶。根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錄嘅研究提到，人參經過咗9蒸9曬之後，入邊嘅稀有皂苷 RG3 嘅含量直接係暴增咗8.6倍啊！咁而且仲會去咗心裏面嘅雜質同埋燥火，做到溫和滋補，補而不燥，對日常保持狀態同埋精神都好重要。佢嘅口感都幾特別下噶，心味幾順口，食落有一種慢慢回甘嘅感覺，口感幾 Q 彈，同平時食開嗰種參真係幾唔同。我自己幾欣賞佢嗰種慢工真材實料做出嚟嘅感覺。如果大家本身有食開參，或者想買啲有層次嘅養生食品俾自己同埋屋企人嘅話呢，我覺得可以試下呢個產品。網站我擺咗喺呢度，同埋下面 description 都擺條 link 喺度噶。記得輸入我嘅優惠碼 RQ999 就可以全球免郵費噶啦。咁而家呢，買滿500蚊美金，仲會送一支黑心嘅原芯添。好，翻嚟講翻今日嘅新聞。咁接翻啱啱所講嘅，北京限制資金外流，咁嗰啲資金而家有幾驚青呢？因為咧，其實好多資金係已經喺香港噶啦嘛。其實講到呢度咧，一定要交代個背景噶，就係以前咧，
香港金融市場咁旺呢，好大程度係因為一樣嘢，就係內地嘅有錢人同埋企業當咗香港係分散風險，將啲資產配置多元化，甚至係避開國內監管嘅跳板嚟㗎。根據彭博引述國際金融研究所嘅數據，中國家庭同埋企業舊年一年就搬走咗8000億美金出內地。咁內地走資嘅呢啲錢呢，有好多就入咗香港，結果香港就超越埋瑞士，變咗做全球最大嘅離岸財富中心。呢啲錢入咗嚟香港之後，做啲咩㗎啦？咁除咗係買豪宅、買名牌、買遊艇、買奢侈品之外，仲有就係買港股啦。咁除咗話買港股之外，佢自己都可能成為港股嘅喎。大家知唔知道點解咁多內地嘅企業爭住嚟香港上市呢？表面嘅理由就話咩國際化融資、提升知名度呢啲嘢，啲公關用詞嚟嘅啫。佢背後根本嘅動機就係話上市係最大規模而且係完全合法嘅走資方法。咁既然話最大規模又完全合法嘅走資，咁具體係點玩嘅呢？以前呢，中國內地嘅有錢人有一套固定嘅發財兼收埋啲錢嘅方法㗎。第一步就走去中國內地以外嘅地方，例如話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百慕達呢地方註冊一間公司。而第二步就再由呢啲公司控制中國內地嘅資產同埋業務啦。表面睇咧係間海外嘅公司，但實際做生意賺錢同埋啲資產全部都係喺中國。咁呢種架構就叫做紅籌架構，而用呢種架構上市嘅一般就叫做紅籌公司。第三步就要上市啦，用呢間去海外註冊嘅公司喺香港或者美國上市做 IPO 集資。而第四步上市賺到大錢啦，就分咗幾十億甚至過百億股息之後，因為公司嘅註冊地喺外地，就能夠順理成章將啲錢留喺中國大陸以外嘅地方啦。而第四步就係海外度開家族辦公室管理啲錢，再繼續投資，咁樣嚟咗香港上市籌到嘅錢呢，會直接留喺香港嘅戶口，或者咧如果美國上市嘅話咧，可以留喺美國嘅戶口，完全就避開咗內地嘅外匯管制啦。而且咧仲可以去香港市場度套現，將啲錢合法咁樣搬去海外。呢種遊戲咧喺金融界叫做紅籌架構。大家好熟嗰啲咩互聯網啊、科技龍頭啊，好多都係玩緊呢個遊戲㗎。結果係點樣呢？喺舊年時2025年，香港嘅 IPO 集資爆升咗2倍有多，集資2858億，攞咗全球第一。好多人就以為咧，香港 IPO 突然間爆升，只係因為喺內地上市 A 股批得太慢，所以啲企業冇辦法先至走嚟香港上市嘅啫。但其實只係講咗一半，另外一半就係話中共係根本有部署咁樣重新分配融資渠道，一邊就收緊喺國內 A 股嘅 IPO， 唔想內地股市俾啲新股不停咁抽水；另一邊呢，就一路喺度開綠燈，引導一批大型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呢啲係中共有意為之嚟㗎，原因好簡單。對中共嚟講，香港最大嘅價值就唔係話香港賺幾多錢啊，又話香港仲有一塊國際金融中心嘅招牌喺度，俾你哋喺度唱咩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仲得了嘅？咁如果真係變成咗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嘅話，最受打擊嘅未必係香港，而係中共自己。喺中共嘅盤算裏面呢， A 股負責穩住內地嘅市場，香港就負責同全球去融資。咁就算呢2025年其實呢好多 IPO 啊，主要係靠中資嘅資金撐住㗎，但係中共呢都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加多海外嘅基金落場，同時保住中國企業仲有一條可以接觸到國際資本市場嘅路喺度。簡單嚟講，中共唔係淨係想企業成功上市，又話想香港繼續做中國向全球攞錢嘅窗口。好啦，成條利益鏈而家完美駁埋一齊啦。內地嘅企業嚟香港上市，
北水南下接貨，國際上都有資金接貨㗎。咁啲老細咧就賺錢套現，然後咧就留啲錢響境外啦。香港就賺中間嗰啲貴到暈嘅律師、會計師同投行嘅費用。呢個遊戲玩咗好多年㗎啦，但係而家中共冇錢啦，出手限制紅籌公司嘅 IPO 喺香港嘅申請，咁搞到而家咧用紅籌方式喺香港上市嘅中國公司基本上就消失晒，啲老闆咧被逼只能夠用 H 股嘅方式喺香港申請 IPO， 即係話咧喺內地嗰度註冊公司，而且咧4月1號開始，中共又出咗新嘅規定。話除非有特別嘅批准，如果唔係上市賺到嘅錢，全部都要返去中國內地。今年2026年呢，喺香港都會有好多 IPO 㗎，估計仲會多過舊年2025年。但係用紅籌方式上市嘅公司，可能就真係冇得玩啦。大家就轉咗去用 H 股嘅方式上市。不過中共嘅目的呢，就唔係話要完全禁止大家去海外投資。又係話要控制每一筆錢。彭博嘅報道就話咧，嗰啲幫富豪管理資金嘅銀行家同埋律師話咧，雖然規定變得嚴咗，但有錢人同埋資金總係會揾到其他嘅方法同埋其他嘅途徑㗎，生意唔會話完全做唔到落去。其實香港股市下跌咧，除咗以上講嘅種種原因之外咧，仲有一個心理上嘅原因。啲人覺得中共嘅政策個不確定性太強，好擔心。彭博報道話啦，啲富豪驚未來中共政府嘅監管會越嚟越嚴，咁而家將錢搬到嚟香港呢，已經覺得唔安全啦。好多有錢人呢，開始打算將錢搬到更加遠嘅歐洲、瑞士或者美國，諗辦法避開中共政府嘅監管。咁而且呢，越嚟越多人開始打聽點樣攞到其他國家嘅護照，例如話門檻比較低嘅土耳其，仲有啲人呢唔想做大陸人啦，想申請香港嘅居留權，正式成為香港人，咁就有自由控制自己嘅財產啦。其實呢啲做法都係為咗幫自己同財產買個保險。仲有就係話，就喺前幾日，中共審計部門向人大提交咗報告。直接就講有多間嘅大型國有金融機構亂咁借錢同埋逃稅，咁其中中國銀行同埋農業銀行仲要被公開點名，咁呢個消息就搞到好多人又再驚過內地銀行體系會出事，唔加埋內銀股本身喺港股嗰度佔咗好大嘅份額，結果就自然拖累埋港股向下跌啦。今日新聞不過濾講到呢度先，祝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今日節目落足心機做㗎，未訂閱嘅朋友快啲撳個掣訂閱我哋啦，記得撳埋個鐘仔，唔好錯過新片。已經訂閱咗嘅朋友記得俾個讚，你嘅支持係我嘅動力。